卢慧突然辞职了，有什么困难可以说出来，我可以帮你的。哦，这段时间家里出了些事情，怕耽误工作，所以就辞了。哦，常总，您最近忙什么呢？啊，我去趟报社，公司要举办20周年年庆，顾总可能会带夫人一起参加。我去跟那边的记者们打个招呼，免得他们说什么不该说的。顾总会带顾夫人一起去？那天除了报社，电视台会不会也去？当然了，神龙集团的一举一动，媒体都会非常关注的。这样的话，只要我能揭穿苏妍希那个骗子，那么顾家就是想掩盖事实，也掩盖不了了。到时候，常总，我虽然在公司待得不久，但是也挺想念同事们的。如果那天我可以去看看大家，那就好了。这事很容易，我来安排。这样，年庆那天我会通知你。谢谢常总。陆安，是我，你帮我弄一张你们公司周年庆的入场券。常总好。哎，你们好。哎，听说谈恋爱了？谢谢常总。我先过去了。陆助理，你今天穿的可真漂亮啊！还好吧？哎，我这件裙子啊，好像是一个什么米兰设计师的独家定制款。哎，上次柏林电影节呀，好像还有一个女明星跟我同款呢。是吗？哎呦，那应该可贵了吧？不过这钱花的真值，我看这全场啊就没有人比你闪。就是，我看今天全场最漂亮的就是我陆助理了，可不是？哪有啊？一会儿啊，好像顾总夫人也会来，到时候顾总夫人肯定是全场最漂亮的。你就说那个清洁工啊，哎呀，我见过，也就那样吧。行了，别说了。哎，咱们去那边跟他们打声招呼吧。